情，嫌困该伤害泪稀，留下孤单该最爱。不还爱跳故日该命运，走神爱离开爱上，有原因爱袂转来。 流浪啊，心情无依赖担哦，世界安排，世界安排的你了强悍。流浪啊，错点转来改唱，该黑马萨，让爱跟命一辈子流浪。流浪啊，心。 閪敗哦，佢係用亂講法，不撚人嘅嘴。啊，哎呦哦，那有一件事情都到让你讲么呢？多时间哦，你又讲哎，这些青菜讲，算了啦，还是莫讲好了。乜嘅事情啊？好啦，来让你讲啦。今尾新米哦，有打电话本来，佢讲太子哦，你遐心情无好，今老次刚好关伫检风度呢。用啊用咯。想吼，泰国的因为初辈落去给啥细阿妹啊？伊啊，迄太子的还有亚个妹的，给啥细阿妹吼，真有挑战佢的意思呢。阿哥啊，發生暗胎嘅事情，你怎麼跟無線老人講哦？第二件事情敢唔按重要？當然重要啊！阿瑞，阿春伊冇大夫卡肚哦，你卻民俗嘅太加重，發生暗胎嘅事情，你還一副冇相關內容誒。太子啊哈，新冠都聽說真艱苦，記住啊，你實轉移看哪呀？哎呦，你莫把個事情都結通好冇啦？太子佢了愛吼，都會處理佢自家嘅障礙，你了來嘅安慰吼，你莫把個用啦。冇作用會點冇用呢？總講哦，一件事情，你做唔得唔得嘅。哦。哎！你莫讓我知哦。你很重呢。嗯。好啦，我讓你知啦。哎。你幹嘛噶？胖啦？很敢講愛哦，你只敢要按錯哦，你看，哎呦啊，亂講！哦，嗰個太力掉誒，好舒服哦，噶，夠大。我等着你回來，我等着你回來。喂，你好，我是茶客窑谷物的老板娘橘子。啊？抽中汽車？还要先缴税金5万？哼！你以为我是谁啊？我是老板娘呢，我是橘子呢，你骗得了我？你诈骗集团啊你！切！是怎样？整我？哎，阿里！啊！阿里，我等你好久。等我？嗯。对了，我是要问你啊，这对小情侣要结婚。你打算送什么结婚礼物给他们？什么？
那对小情侣正要结婚。原来深深老师什么都不知道啊！人家的女方妈妈都来了，看来爱情的力量真的很伟大。阿磊，你说是不是？没错，爱情是破除所有荆棘的利刃。阿磊，你好有学问哦！阿磊，我们一起准备结婚礼物送他们好不好？阿磊，啊，哦，结婚礼物啊！好。太子，外地你无欢喜，唔管用诶，你就先开门，俺用太家要笑。太子，晨晨先生，你唔好阁哭咧。太子哦，最近几年都冇出门，饭嘛冇食，晚上嘛冇上去查。佢冇上去出咯，你老门口烂睇嘛冇效啊。去问问迄到哪一间咯？同名嘅套房。我去先记。文文，我喺太子嘅身上，我做得人唔了一下么？文文，嗰隻生太子哦，我幾經咁輸過咧，佢快相處哦。喲，唔免快相處啦。佢迄人唔強用心肝肚，都有一隻打唔開嘅。文文啊，來亞威嘅時節，你就知太子係牙膏錯麼？我知啊，我趁佢有條好奇，想我看下咧，佢係用辦嘅人，做乜嘅佢做得原定夾尾嚟搶我嘅阿爸，我都唔夠阿爸嗰套拍嘅細妹人做唔卡。無上，新嘅媽媽無照顧你，係麼？佢照顧我啊，唔講我唔需要，點麼？我想我一隻屬於我自家嘅家庭，完整嘅家庭，唔係幾隻假嘅丟起來嘅家庭。文文，你真嘅唔願意出定去接受佢哋咩？唔是說啦，我唔會咩冇想愛去搞錯家庭嘅家庭，我同阿生兩曬係真心相愛，我會自家組織一隻我自家想愛嘅家庭。唔過文文，喊安生真嘅按決定要結婚係麼？我聽講阿爸阿妹一次就冇同意你哋結婚咧。佢唔係阿妹，我親老記哦，到阿爸面前講我係廢話。佢希望你得到幸福，你應該體諒佢哋嘅啊。我啲愛自家幸福到來，唔是我哋假情假意嘅，請你離開，我喺呢份負擔一下就會轉來咧。太太，歹勢哦，老講咧。唔怕啦，唔係。我喺太子嘅身上，我好多同層層。同先生好。太子到一下還冇乜個接受唔到新嘅家庭嘅關係。因為對唔起太子。按叫的，我一次做一千幾歲，但我也係家官家娘，做得真的接受我。我也希望佢哋會同意，我老太子接過來鄉下上班，想我從我身邊呢，無法脫貧嘅，從我身邊呢又冇想我同我鄉下上班。辛苦你咧，馮太太。唔掂喎，我哋係家官家娘，每本係老太子接過去，就希望我可以全心全意照顧新嘅家庭，
古上我也同问问，看做迄牙齿甲齿神的毛的穷样啊。冯太太，我对你关心问问，不过一下伊个笔记，佢喊较会讲棒棒的。我当然要希望，佢喊摆做在寻到一个好的人家来嫁。不过佢很细啊，佢下就会想我夹夹离开无卡，想我自由天天，根本都唔清楚佢现在推向迄样办的人，就会将佢本人骗啊。不过冯太太，你敢了解阿生？那我迄面唔清楚佢迄种嘛个啦。不过我本人讲佢讲到当坏糖呢。唐人讲对屏东一上面，让我太主观了。竟然用做地用文文的幸福来上诉，竟然又一样的同我家个家样，我老公交代，也得后生的用不滴，后可以难做咯。幸福嘛，迄叫做自家听伊啦。阿瑞，唔认同文文และ阿生结婚的决定吗？从条到尾哦，我都无认同过啊。嗰假设叫做结天咧，系要祝福佢哋喂。晨晨啊，你今要好好讲劇嘛？竟然咁樣向下諗係私塾連談啊？哈？我呀哈，那有个心情让你细数连谈啊？唉，咁要按嚴衝咩？事情哦，總會有解決的方法啦。哎，來啊！我真经搞唔清楚，你用要做的真种乜嘅事情都冇發生嘅用誒。好啦，待会就带你出去玩啊，我们可以出国嘛。那我就到啦。哎，你这双面人，你打算自己拿了钱就一走了之吗？哎呀，别那么认真嘛，大家都是年轻人，玩玩嘛。玩玩？你说你跟文文只是玩玩？嗯。你不是要跟他结婚的吗？拜托，像不会主一堆，结什么婚呢？况且我们这年纪，现在结婚也太早了吧？阿生，你不是答应过我会爱我一辈子，一辈子照顾我的吗？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我们都可以一起面对的。我跟你说过话那么多，我们光挑这来记啊。因为这些话对我们来讲很重要。哦，那对不起 ，sorry， 可以了吧？是不是男人啊？
怎么可以这么没有担当啊？结婚又不是我主动提，你既然答应了，就得承担。那我越想越不对不起呢。我干嘛现在就要走进婚姻的坟墓里啊？文文听你把未来规划的这么好，你居然说走进婚姻的坟墓？反正我们家里也反对，那刚好，大家一拍两散。喂，小子，你刚刚说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，我啊非常的认同啊。男人嘛，玩玩而已啊，干嘛这么快走进婚姻的坟墓啊？啊？阿雷哥，你的想法没错，不过，请你跟所有的人道歉，说你后悔了，你没有胆量跟我们结婚。你说说。哎，别激动啊，你怎么一家子都跟土匪一样啊？哎，你让我们一个女孩子遭受这样的打击，太不负责任了吧？所以呢，我要你跟全部人说，你是孬种，你临阵退缩，配不上文文。对，都是我的错，对不起，请大家原谅我。谁是孬种啊？我，你对不起谁？文文，大声一点。文文。哎，想跑也要把钱还给人家啊。喂，不要跑！我要你跪在我的面前。不要追了！哦，哎，210公分呢！什么呢？啊，嘅錢還本嘅啦，冇事情啦。什麼啊？是才哦，伊感謝大家，感謝。冯太太，你唔生客氣啊？然後最重要誒，係太其他都冇事情了啊。係啊。你下咩算不幸中的大幸嘛？希望哦，銀樓錢冇本人偏走啊！啊！文文本來出嚟入邊啊，人也好好，錢啊冇本人騙走啊。原本已真件什麼呢，阿哥？而家冇乜嘅啦。雖然講當然係唔好嘅行為，不過必須要保護老妹，你頭下打得清楚。係啊，太子要感謝按保護文文哦。文文，你聽阿姨轉戲好冇？錢係阿爸嘅，我自己會還記，又冇欠唔乜嘅。等我轉戲嘅時間，我自己會轉戲。你下個聲音哦，做要愛耍酷啦，冇插幾多都係。可能哦，還是有一段嘅時間啊。愛弟，喺我做嘅吼含啦，我咩希望太子文文，因為你做得了解，那對佢兩個愛係有關係咩強樣嘅，不過佢兩個就係唔係本來機會。你哦，搶起隻歌場啦，但上先夾到請假都會了解啦。等着你回來，我等着你回來。你要是不回來，我等着你回來。哎，大姐，阿雷怎麼沒有跟你們一起回來？哦，阿雷哥跟珊珊老師去買東西啦，等一下就回來了。買東西？什麼東西？我早點沒有啊。
没有就跟我讲一声，我叫厂商马上就可以送过来啊。喂，两位先生，请问是要来住宿的吗？住你的头啦！看我们这样子，也知道我们是在讨债的啊。没错，我们就是 Run No Go 讨债公司。Run No Go， 什么东西啊？就是跑不走讨债公司。两位跑不走先生，我们应该没有欠你们钱吧？对啊，应该是你们弄错地方了吧？弄错地方，笑人呢？白痴啊！我们 Run No Go 讨债公司已经是老字号了，连地方都搞错，我们还不要混啊？会不会是民宿有欠钱，春颖没有告诉你们？不可能啊！春雨哪会跟黑社会的地下钱庄借钱啊？喂，我们是讨债公司，不是黑社会。靠！我讲那么小声，他也听得到。谁跟地下钱庄借钱？不可能啊！这几天民宿吃的用的都从我杂货店拿掉啊！哎，两位跑不走先生，你们要不要再跟公司确认看看？叫方太太给我出来！以为躲在这种鬼地方，我们就找不到她了。方太太，哦啊，就是你妈妈嘛，害我想那么久。换啊！是方先生跟我们借的钱啦。现在他病倒了，我们不跟他老婆要，跟谁要啊？跟我们借钱周转，该还钱的时候就让出来。哎，两位跑不走先生，方太太不在这，你凶我们也没用啊，又不是我们欠你们钱。你窝藏他，我不凶你，难道让你来凶我啊？你们两个不要在那边耍狠啊！方太太又不在这边，如果你要找人，麻烦请到外面去找。我看啊，还是把人民的保姆扣来好了。我看我们先回去跟老板讲一下好了。我跟你讲啊，你们跟方太太传个话啊，我们老板已经很不耐烦了，要是被我们逮到，要他好看。老不卡钱库还钱库，不过还够得起啊，不至于老地下钱庄加钱啊。反正你不应该谈阿生的话，老不卡的钱都拿走。爷妹已经现在了新的家庭，其实解决新的家庭的问题啊。唔敢每次都爷妹真勇敢。大家哥，听下俊宇打电话来讲，爷妹都记得改位，无医生医掉啦。记电话有讲乜嘅啊？记得讲哦，记得都调好改位等伊啦。马上打电话报警察。先唔是报警察啦，啊，惊下安阳哦，要本记得喊卡客。黑丝，阿哥，等一下。妹，你讲用的么？哎，起来。大哥呢？我痛么？莎落去啊，莎。妈！阿姨，大子，文文，唔好过来哦，快回去，赶快！赶快给我去！哎，你们这样绑一个女人，太卑鄙了吧！赶快把她放开！少啰嗦！她老公一病倒，她就给我躲到这种乡下的地方来，根本就存心想赖账嘛。她没有躲，她在那边找女儿的。我管她千里寻母还是找猫找狗啊！道上规矩，没钱还就接客抵债。没错，你看他的样子，现在最流行人妻的，他的生意一定很好。喂，你们两个把张嘴给我闭上！你们两个要的不过是钱嘛？哥，把这个钱给他们。靠！这些钱你们先拿去。喂，当我是白痴啊？可是欠我1000多万呢。
拿这么个些钱给我干嘛？塞牙缝都不够。1000多万，阿姨，爸为什么要跟他们借1000多万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又不曾听他讲过。2位大哥，钱的事找我啦，2个小孩子你放过他们好不好？拜托你们了，拜托你们了，阿姨。大志，文文，喂，我知道这些钱不够，但是你现在这样抓了他就能还钱吗？你们赶快放了他，让他去筹钱，这样不是比较实际吗？放他回去筹钱，当我们白痴啊？好不容易抓到人了，放他走，我们以后去哪里抓人啊？对啊，如果他坐飞机逃掉怎么办？我有惧高症哎，我怕坐飞机哎。那我来当人质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们要我怎样就怎样，你们赶快放了他。哥，好，如果你有胆量从这边往下跳的话，我就给这个女人3个月时间去筹钱，3个月不回来，就挖你的肾去卖，卖到东南亚去。好，我说过我当人质，你们想怎样就怎样。大志不要啦，这里太高了，你跳下去不死都半条命了啦。妈，你跟文文的事就是我的事，你们要说话算话。如果我跳了，你们就要立刻放人。好，一句话。大志，不要啊！这里太高了，你不要冲动啊，很危险啊，大志！冲动，不要冲动，太危险了，大志！阿春姨，做来啦？哎呀，是舅公家来的啊！转来照顾期啊，姑嫂，赶先转来。晨晨，你跟免税按贷款哦，用满你了啊？哎呦，2位大哥，我求求你们放过我儿子好不好？我做牛做马都会努力赚钱，把欠你们的都还给你。我拜托你们不要伤害我儿子，也放过我先生跟我女儿。我求求你们了，拜托你们。妈，臭小子，话说得很大声啊！现在怕了吧？我看你啊，还是乖乖的滚回家里缩头乌龟吧啊！我不会退缩的，你放了我妈吧。大志，不要，太危险了啦！大志，哥不要，2位大哥，我求求你们，求求你们放过我哥跟我妈吧。文文，你可叫我妈了。妈，文文，你起来，我说过我会处理，你不要担心，等一下你就可以带妈妈一起回去了。哥，你不要跳。哎，你越来越夸张嘞！你8点档哦，少在那么恶心的啦！不是要跳吗？跳啊！不要跳啊！不要跳！跳啊跳啊！不要跳！不要！哎呦，拜托，大志，不要跳！大志，大志，太子，哎，太子，哎，大志这小鬼动作怎么那么快啊？哎，还好我已经找2个救生员了，在下面等他了啦。戏演完啦。哎，你们2个，阿来哥，那个，黑帮哥哥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改天请你们吃饭啊。好，谢谢那个。来啊。太子，你回来都按龙兵哦。事情敢没有解决嘛？哎呦，太子俩死鬼吼，唔知做乜个英雄咧，啊咻一下吼，都伫吊桥上跳下来，其他巴都记得高空弹跳咧。
我真经搞唔清楚发生嘛个事情啊。唉，含在尾度吼，连1分30年吼，要重新团圆，也无吼，我怎无去做了创吼，路人的所个戏码。阿瑞，你结结个方式，以前无嘛个文明呢，根本无其他结结方法，你就做唔得哦，大家坐得来，好好嘅沟通咩？唉，坐得来沟通啊，当然要做得啦，不过吼，可能要3年5年嘅时间呢。哎，我假使无爱用做吼，因为做得不太是了4个月底，佢爱几次改行嘅，又唔成瘾呢。又因为做得本分问题，太子咸嘅，为到了只家庭做嘅牺牲啦。唔过，你用亚种的方式，是太太过头嘞。哈，童先生啊，唔系啥声音吼，都适合爱的教育嘞。来了吼，迄因材施教，哎，孔子讲过的话你都唔记得了，还讲迄先生嘞。虽然我冇认同阿雷嘅方式，不过佢确实将问题解决了。好嘞啦，也得吼1分30年啊，都伫相夫的情形嘞。不过呢，你遐条件还有一个问题要解决咯。嘿嘿，对了啦，你啊，迄个做了从戏的费用啊，给导演费、企划费、临时演员还有材料费啊。你钱还出啦，阿雷先生。唔同啊三嫂吼学到尾是，不过也系有天数多，你钱还出，爱出啦。对好嘞，有人出钱多哦。哎，聪明啊，你看我按枪按不会穿钱哦。没事，按唔会哦啊！阿瑞，你做嘛去钱啊哈？迄太子哦，最近出事情就死惨嘞。哎呦，说我们要你们是谁啦？我有准备个救生人员啊。哦。哎，错，还有救生人员钱呢？哎，钱啊！哎呀。感谢大家哦，按多年来啊，麻烦大家诶。冇爱用讲啦，有闲就时来了哈。好。阿哥，之前吃到你去拜相处，没想到你还挺好友情。圣经哦。然后爸妈会请到像阿哥安样嘅细拉嚟做老公。应该要请来了总去来争吵啊。阿瑞哥咩当好啊？不过把阿瑞哥穷下，心从来拉穷。我心脏很强哎。哎，橘子姐，你敢跳河啊？真的要跳？阿哥，你真嘅冇去老捱條再去哦。捱強啊，糖而明顯飲到飲時啊，你就不用講捱啦。原來有啊。韓哥，我還有演術還蠻波啊，嗰種做唔得跳河吧，跳到安陽峰吧。哎，你來把個態度啊？啊？怎麼睇㗎？但同阿妹先走咯。好，再見哈。再見。等一下，笨笨，你去送俾你。哇，安獎哦！靠佢哋代表愛情，希望呢你早啲尋到屬於你切間真正嘅幸福。陳先生，按姿勢哦，我聽錯要尋到切間嘅幸福。阿瑞哥，下擺真感謝你，希望你們尋到切間嘅幸福。佢當然啦。阿雷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我这几天在民宿，又是洗衣服，又是拖地，还为了你学客家话、煮客家菜，你怎么可以这样无视于我的存在？哇，橘子啊，你这么庞大，我怎么可能会无视你的存在？那你为什么把代表幸福的巧克力花送给珊珊老师，不是给我？对，你自己说要减肥的，还敢吃巧克力啊？阿干妹，这送给你啦，明天再减肥嘛。
好了，今日就先到这啊哈。哦，再见啦。再见啊。太子，去啊。妈，等一下。妈，歹势啊！之前对你有一些的误解，不过也还爱都伫的。虽然我无听爷喺身边，希望你做得过得真幸福，真幸福。哎，咁我每枪太子个是咋给没？你有冇意思啦？哎哦，條家下本阿咁妹嘅反應嚇到咧，我係去知道嘅。哎，哪有？这样险险不会吓死啦！伊为到一只靠客哩吼，我都会人来变面呢。哎，佢自家开插货店的啊，佢仲去靠客哩哦，应该真多啊。哎呦，渣嘛嘅戇啊！明啲見喺邊度靠客哩，嘅係邊啊？我拜托你喂，系老記連晒呢，韓哥啊，你有說是研究咧，係看到佢哦，都親像看到自家落妹啊，係有咩中意佢啦？唔過，係看得出來，佢對你哦係真認真嘅，冇上問唔啲什麼人嘅情感度同佢想物嘅。對啊，冇聽到啊？有咩講咧？係自家中意乜嘢，係自家都知啊。不過，我要本係自家中意什麼嘅，咩啲係中意佢。喂，哆來咪啊，要我跟深深老師去接你？上了幾天課哦，發覺哆瑞咪的適應能力還挺好的。那就好，我之前還很擔心，以後還請老師要多多照顧。我會的啦。啊，對了，這幾天下來，我發覺哆瑞咪在繪畫方面，挺有天分的。你們可以多多鼓勵他在家裡多畫畫。謝謝老師，我會讓他多多練習的。好，那我先去忙了。老師再見，拜拜。拜。哆瑞咪，我爸比在幹嘛？哆瑞咪，我們回家嘍。爸比。哦，哆來咪，阿力哥哥不是你的爸比哦，小朋友不可以說謊哦。這麼該很認真啊。哆來咪，這是爸爸媽媽嗎？沒錯，上來一下下看。那禮拜天在遊樂園見哦，拜拜。拜拜。咩講咧？係自家中意乜嘢，係自家咩啲啊？不過我要本係自家中意什麼嘅，咩啲係中意佢。喂，我是唐先生。阿磊哥不帶我去遊樂園玩。哆瑞咪乖，阿磊哥哥不帶你去遊樂園，那我們找大志哥哥一起去好不好？阿磊哥是爸爸。哆瑞咪乖。阿磊哥當爸爸，謝謝老師當媽媽。好吧，那我想辦法讓阿磊哥哥答應你帶你去遊樂園。禮拜天要去。好，拜拜。
丽，你上班係咪似架帶邊哆來咪要帶去遊樂園嘅？用個牙蝦你又唔願意咧？你點啊？按用細人嘅心靈，輕容易輸爽誒。我呢要答應佢啊，韓哥哦，我咩唔起佢阿爸啊？佢要買個茶片，你哦就準做一擺聖誕老公公，送佢一隻禮物，按你唔就做得啦？聖誕老公公。哦，今日送拜吼，佢向我阿爸嘅時節啊，了就禮物已經送過嚟呢。仲唔係佢打拜吼開咗，我都要做一擺聖誕老公公咩？阿女，你到底同佢啱好嘛嘅啊？我咩啱好？真係冇想啊！脾氣啲喺同學面前講化了。講化了？阿女，老事情看到挺嚴重咧。哆瑞咪哦，趁喺上頭嘅同學面前，要阿爸阿妹嘅照顧啊。佢老講化了，又冇關係。冇關係？陳先生，我問你哦，你細細聲人咧講了條話，係咪講化了？啊，佢細細妹咧講了條話，咁有關係啊？一係三細細熟女咧。你知道講法了，係只有顏色來判定嘅哦。韓哥啊，你喺哆來咪吼，我喺你拖佢同學面前 kiss， 來表示吼，你嘅感情真好，跟用個啥啦？假是真嘅係用，佢是佢人，又係愛啊？嘿，做乜嘅是佢人，聽錯嘅什麼呀？生來嘅身體和心靈，同樣會是可以輸送啊！陳真啊，拖嘢嘅邏輯度吼，又唔係愛老人分做大人嘅、細人嘅，啊細人人、細冇人，一人都一人啊，又唔係愛人氣氛啊！唔去懷疑，用個按度啊！算了啊，唔肯聽數就算了，愛哦，自家會想辦法，請人推你嘅。無人做嘅體態咪，生人啊都要夾一位嘅，佢冇法度體態。你哦，咩道理咩有嘅，都冇應該啊，用有嘅成分哦，比佢講化了啦。要聽到冇啊？快食飯，快食飯啊！好啊，珊珊老師已經答應帶你去啦。什麼嘢啊？要去。帶你去可以啊。可是啊，你不能跟 Gary 說哦，珊珊是你媽咪，我是你爸比哦。你是爸比。那是你亂說的啊。你喺樹頭按到咧，你唔係恐龍那裡的意思哦。干一干地，祝人為快樂之本啊！阿瑞啊，你哦，閒冇事情做。哎呦，嫁做哆來咪嘅阿爸有按困難哦。錯啊，哆來咪按燈影響，阿瑞哥有按眼刀，真言親像係廖子呀。一看哦，佢係驚去到就落單，本哆來咪見到阿爸，佢就對唔到啦咩嚟吧？咁請你哦，你係真言了解嘅。唔過我知道阿里哥係錯嘅，哆來咪冇應該講化了啊，阿里哥又唔係佢嘅阿爸。就算沒有，教一下佢爸又冇事。我都唔使解破啦，我嘅事情哦，我都替我冇管。要來啊！阿雷哥，你半夜咁有閒啊？還唔清楚呢。今日做啲帶哆來咪去遊樂園嘛？陳真先生哦，佢見答應要叫我去嘅呢。都有人帶佢都好啦。阿雷哥，請你帶哆來咪去遊樂園，咁有按困難啊？係冇按困難啦，唔過哆來咪哦，我係教咗夾爸咧，我係唱歌嘅啊，又唔係做嘢嘅。
阿瑞哥，我知影哆来咪的心情啊。佢唱的希望有阿爸阿妈乡下的感觉天天的啊。阿姑嫂咧，明日的母节会，阿爸阿妈从来都冇来过。此时候毕业典礼，贵重毕业典礼，我推一个人孤孤死死，肯定其他同学会有的，佢哋会面当过推声人的骄傲的表情，我心感到真艰苦。姑嫂，我了解哆来咪的感受啊，阿瑞哥，我拜托你带哆来咪去游乐园好冇？太子啊，你讲的吼，我了解了，我不爱上海了。你对老其他家庭欠缺嘅声音都冇强用，姑嫂唔讲你苏美老爱，做得本你哋几多嘅爱老保护，有千多嘅情形，你哋还系面对嘅，韩国会坦然，会放得开，会习惯，像有安样，你对生命嘅营养，当做得减多清晰。想闭上眼睛，微风在轻声细语，唤醒心中那些沉睡记忆。花瓣铺满了一地，就像往事的脚印。